陀佛。你看，师父啊，接着介绍第2首歌，叫做《吉祥念佛》，很吉祥啊，吉祥。 就无灾无难了，大家平安快乐啊！那么随心满愿，各位这很吉祥，很吉祥啊！那么这首歌呢很好听，你看，你见我笑嘻嘻，我见你就欢喜，大家见面就说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祝福你平安，祝福你吉祥，一切都顺心又如意，祝福你健康，祝福你长寿。 一切都顺心又满愿，很简单的啊，这是一个祝福大家的一种歌曲，佛教的歌曲。那么师父呢，把这首歌要献给大家，献给大家，因为这首歌的音调啊，是我去了尼泊尔，在尼泊尔在弘扬佛法的时候，看到当地的一些土著啊。 他们很喜欢唱歌，他们的音乐很美，很美啊！我呢听了以后很感动，回来我就把它填词，把这个词填上去。所以听听看，好，我们来听听看，来开始。 你见我笑嘻嘻，我见你就欢喜。大家见面说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祝福你平安，祝福你吉祥，一切都顺心又如意。 祝福你健康，祝福你长寿，一切都顺心又满愿。你见我笑嘻嘻，我见你就欢喜。大家见面说一声南无阿弥陀佛。 对不对？很轻松，对不对？哈，很轻松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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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。 阿弥陀佛，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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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 南无阿弥陀佛，好不好听？好听吗？好，停。我们今天时间有限，但是我跟各位讲，你看，你在一个唱歌也在念佛，各位对不对？你看，连那个鹦鹉啊、八哥鸟，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念佛。好，人家念一句，我跟着念一句吧。 对不对？然后他是有样学样嘛，就学这个模样，他就跟着念。他根本不清不楚为什么念佛，念佛对什么好处他不知道。但是最后他照样成就，鹦鹉、八哥鸟照样成就。各位，你想想看，那么我们今天在唱歌的时候，不管你懂也不懂啊，你了解是不了解。 不需要，我也不需要你们一定要弄得搞明白，弄得很清楚。但是你只要好好的念佛，你看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你念嘛，你只要念，你的功德这种金刚的种子就深深的种在你的灵魂的神识里面。
啊，你的种子是不生不灭的。以后有一天因缘一成熟了，你知道吗？马上你就花开见佛，到西方去成就。你看这个在唱歌的当中，让你的道业能够圆满啊，能够圆满，让你呢能够了脱生死。你看这个是多么好的一种选择，一种好的道路。那你可以好好的用这种方式啊，来帮助自己，心情也愉快，而且功德又能圆满，各位对不对呀？业障又可以消除，又可以增长智慧，哎呀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对不对呀？对不对？所以，唱歌好不好啊？好，唱歌好。现在外面呢，只要师父一唱歌，他的点播率特别高，大家说这个师父我喜欢听他唱歌，就噔噔噔一直点，大家喜欢听。但是就说讲法的、说法的，他就很少点，而且真是的，真是的。好，那么这一章呢，我们就送给大家哈，阿弥陀佛。